来看73岁印度总理莫迪成功连任初9就职，开始伊第3个任期。咱总统赖清德嘛发文恭喜莫迪，嘛亲身回应讲，望台湾甲印度会当愈密切来合作。也毋过这互中国是非常的不满，嘛向印度抗议。也毋过，颠倒是伫使印度的政界、媒体、各学界公开来表示讲，小挺台湾。 73岁印度总理莫迪顶一日大选选赢，成功连任，初9正式宣誓就职，展开伊第3个5年任期。我国驻印度代表葛宝轩大使已于第一时间代表我国政府与人民，向莫迪总理表达诚挚祝贺，并转达赖清德总统致莫迪总理的贺电。总统赖清德除了敲电话甲伊恭喜，嘛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，希望印度政府持续扩大甲台湾伫咧经贸、科技等领域的合作，深化台湾甲印度的关系。莫迪嘛随回应讲，期待双方的合作会当更加大把。不过，这个举动是搁一届互中国丢卡顿地，向印度提出交涉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无公开甲伊祝贺。 中国外交部初5发文甲伊恭喜，不过印度外交部是3天后才回应，而且强调会伫互相尊重、共同利益、甲互相了解对方要义的等等的前提之下，推动印中关系正常化。来自印度8年的特派记者尤志美分析，相关的活动会当看到台湾、印度甲中国3方关系变化。 可以看得出来，中印的关系，无论是在边界或者是在整体的区域的竞争，其实都是越来越白热化的。那这时候，台湾的角色就会变得很微妙，在经济上面的软实力，最后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硬实力。这个是台湾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强国有很好的互动的机会。 印度的政界甲学界嘛，趁这个机会发声，甲台湾斗相挺。上议院议员库嘛认为讲，台湾有家己的身份认同，北京应该放弃压霸的策略。印度智库教授贾兰尼指出，防卫台湾嘛有关印度的利益，印台关系应该要超过经济领域。而印度真出名的科学家朗加纳坦嘛讲，印度目前无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，不过究竟这个错误的时间到啊？ 尤志美讲，最近这几年来，台湾伫印度受到讨论的机会增加。除了印度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等等的因素，印度对抗中国的态度愈来愈明显，现在是正是增加台湾印度交流的好时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